歡迎收看家居安全秘笈。廣東話請按1字，普通話請按2字。For English, please press 3。客家話請按4字，上海話請按5字。你已選擇1廣東話，請選擇篇章。長者篇請按1字，護老篇請按2字。你已選擇1長者篇。第一篇跌倒篇，常見陷阱，光線不足。哎呀，跌到我條腰好痛啊！預防方法：安設足夠電燈，使光線充足，如安裝夜明燈及床頭燈，免半夜如廁時跌倒。開燈先，唔夠光，開埋啲盞啦。